香島中學創辦於1946年，致力培養愛國愛港、品學兼優並具國際視野嘅青年。其中音樂藝術教育亦係學校非常重視嘅一環。適逢創校80週年，就聯合天水圍香島中學、將軍澳香島中學3校舉行聯校音樂會，以悠揚樂韻恭賀華誕。早前學校管樂團、合唱團同指揮老師亦於聯校音樂節大匯演2025分別榮獲校際音樂學府大獎及傑出音樂指揮大獎2項殿堂級殊榮。而家就有請謝玉元助理校長分享一下學校嘅藝術培育理念同最新發展啦。Hello， 大家好，我係香島中學助理校長謝玉元。大家好，我係香島中學音樂老師黃慧嫻老師。謝在校，想請問學校認為音樂教育嘅重要性喺邊度？我哋香島中學咧，其實十分重視呢個全人發展嘅，並且咧將我哋嘅藝術教育咧視為我哋學校教育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喺咁多年嚟入邊嚟講咧，我哋學校嘅管樂團啦、合唱團啦、交響樂團或者其他嘅音樂，例如 musical team 等等咧，都成為我哋學校而家比較有代表性嘅一個發展方向嘅項目嚟。因為我哋學生可能喺各種唔同嘅排練、合奏等等嘅過程入邊咧，佢哋要學懂專注啦，學懂耐心啦、聆聽啦，同埋配合我哋整個團隊嘅發展啦，同埋要有自我嘅要求先可以做得到嘅。咁呢啲都係我哋成長過程入邊非常寶貴嘅一個質素嚟嘅。學生咧係透過接觸唔同風格嘅音樂啦，或者唔同時期嘅音樂啦，甚至唔同地域嘅一啲作品嘅時候咧，佢哋可以透過呢啲咁嘅接觸去擴闊佢哋嘅視野，提升佢哋嘅文化素養啦、審美嘅能力啦，甚至嗰個作品所帶出嚟嘅文化係點樣嘅。咁呢個就可以培養我哋學生嘅人文精神。鄺老師，可唔可以分享下學校點樣透過藝術交流提升學生視野？我哋咧喺2025年嘅暑假就去咗維也納進行一個維也納音樂交流團，而啱啱我哋喺2026年嘅4月咧就去咗北京。咁呢2個交流團咧，我哋都好特別咁有一個不成文嘅規定啦，就係我哋咧要去到邊唱到邊，無論係專業嘅舞台、比賽、大師班，我哋都會盡力演出之餘，我哋每去任何一個景點或者係餐廳，我哋都鼓勵同學演唱。我哋希望藉住呢一啲 busking 啦，或者一啲咁短暫嘅 flash mob 表演啦，可以增強同學嘅自信心。咁我哋咧管樂團選曲方面亦都非常之有趣。今年咧我哋選擇咗一首樂曲叫做《兵馬俑》，我哋以西方嘅樂器演奏出中式風格嘅歌。咁其實呢一樣嘢咧都幾破天荒嘅。咁我哋喺維也納呢個音樂交流團喺西邊學咗一啲有關於音樂素質啦、音樂風格嘅處理，然後咧我哋喺今年將所有學到嘅嘢帶翻去我哋嘅祖國北京。咁喺呢個北京嘅音樂交流團，當然我哋就唔會淨係得音樂咁沉悶啦。我哋咧融入咗 STEAM 嘅元素，喺北京嘅時候咧就參觀咗一間叫北京57中學。呢間中學咧都非常之特別，裏邊咧係有氣象學會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機械人學會，甚至係航空學會、航空模擬器。咁我哋就可以俾同學嘗試到音樂以外嘅嘢，希望可以藉住音樂科進行一啲跨學科嘅交流。香島中學亦大力支持同學喺戲劇嘅發展。我哋有英語音樂劇。英語音樂劇同學係分開咗好多唔同嘅小組，包括當然我哋最熟悉嘅演員啦。咁除咗演員之外，因為音樂劇我哋都要有人有唱歌嘅部分啦，亦都有舞者嘅部分，而同學自己亦都要包含埋化妝部分、後台同埋道具部分。希望咧用我哋嘅劇可以連埋我哋嘅音樂啦，仲有我哋嘅舞蹈，去感染更加多嘅人。謝助校，請問學校點睇藝術教育喺未來教育中嘅定位？咁喺展望未來1年，我哋香島中學咧都會將繼續以一個全人教育作為一個我哋嘅教育核心啦，繼續去推動藝術教育啦，同埋我哋嘅學術、我哋學生嘅品德、體育等等唔同方向嘅多元發展。喺藝術教育方面咧，我哋亦都會積極咧去推動更多校外、校內等等嘅表演，甚至聯校嘅合作，甚至交流嘅活動，俾我哋嘅學生咧有更加多機會咧行出我哋嘅課室，去透過實踐同埋累積經驗咧，擴闊佢哋嘅眼界嘅。
隨住社會對創意產業同埋文化藝術等等嘅日益重視提高啦，咁我藝術教育，我覺得喺未來嘅教育層面咧，佢嘅定位都會越嚟越重要嘅，因為佢唔單止係一種技能上邊訓練嘅一部分，佢更加係培養我哋學生呢一種創造能力、表達能力、審美能力、解難能力等等，以及情感同埋人格發展嘅一種好重要嘅途徑。我衷心希望我哋香島中學嘅學生咧，可以保持熱愛學習、勇於嘗試同埋持續進步嘅精神，無論喺音樂、學業或者其他唔同嘅範疇入邊，都希望同學可以以認真、堅持、自律嘅態度咧，去迎接每一個挑戰。希望我哋嘅同學可以喺透過學習咧，成為一個有品格、有能力、有創新嘅個發展嘅方向。都希望佢哋成為佢哋將來發展喺文化層面推廣嘅最重要一環。